拍摄。哇！一阵妈妈过身，厝内人来客去的，伊讲真正要穿七束衫，讲会看款。你问伊看卖，即站伫中国，甲啥物人伫遐咧做啥工课啊？爸，伊人就伫后壁，你家问啊。拍电影的。伊早迄好好正当的头路毋做，甲人咧拍啥电影？我看吼，转来规矩来请一下我，就专心甲服待好啊。徐国文，中啥啦？评价呀！南港湾卖转来啦。徐国文。